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次任。那么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呢，本台就特别邀请到了4位嘉宾，他们呢分别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次仁先生，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龚格扎西先生，还有澳洲瑞士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和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珍女士，与我们共同讨论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华人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好，首先呢，非常感谢4位嘉宾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龚格扎西先生介绍一下，藏人行政中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驻外办事处中设立华人联络官这一职务的呢？设立这一职务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好，就针对这个主题啊，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个题目呢，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华人事务？这主要是因为达赖喇嘛一向很注重跟华人之间的交流，那尤其在2008年，在全藏那个发生抗议活动之后呢，达赖喇嘛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把跟汉人之间的那个交流工作呢定为一个既定的政策，然后2008年开始任命为北美，还有陆续澳洲，还有那个欧洲代表处里面设立华人事务负责人。所以，换句话来说，2008年3月事件之后开始设立华人事务负责人。达瓦次仁先生，您与3位联络官不同的是，您是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的代表。对此呢，台湾民众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在台湾，因为台湾是一个华人世界，华人世界它的中文虽然有简体、繁体或者正体、简体的这样一个区别，但是总的来说它基本上是互通的。所以说，从藏人行政中央方面，在台湾非常重视用中文世界的这样一个宣传，或者说向中文世界解释西藏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在那面，虽然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接触的大部分直接都是一些大陆的学者啊、学生等等，而我在那边直接面对的是台湾的民众。那么台湾的民众里面，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像对西藏很友好、支持西藏的，还有一些支持西藏的团体，还有一些是佛教徒。那佛教徒在台湾是个非常藏传佛教群体，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都是信仰藏传佛教，跟西藏、蒙古和我们有一共同的信仰，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就像一家人一样。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又认为西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回避。那么另一方面是台湾人，他们是台湾的，比如说台湾意识比较强的，或者说人权啊，或者这些理念比较强的，那这些人他们不一定跟我们西藏人有同样的信仰，但是他们都相信人权，或者说民族自觉等等。所以说这些人他们从政治的角度支持西藏，这样的层面比较多。还有一些是非政府组织，比如说国际特赦啊、FACE 联盟、劳工组织等等，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从普世价值的角度，他们会参与很多的一些议题。那么西藏问题仅仅是他们的一个议题而已，并不是专业的。那么支持西藏的团体在台湾，比如说有土泊之友会、学生会，还有汉藏协会，那么他们是专门就是针对西藏这个议题表达他们的立场。所以这些，那么另一方面，那一般的台湾民众来说，也是跟他们不一样，因为台湾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认同。在台湾，有些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有些人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有些人说我是中国人等等。像这样一些认同，在政治上表现为蓝绿对峙，它既有国民党为代表的蓝的，也有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这种蓝绿对峙在西藏问题上也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但是总体来说，不管蓝的、绿的，或者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他们对西藏都是保着一种友好的姿态，因为他们都觉得西藏民族是一个团结，同时具有一个悠久历史或者有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的这样一个民族，特别是基本上不分蓝绿，他们都对达赖喇嘛保持着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尊敬，或者说
敬仰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基本上都是友好，只是在表达的或者表现的方面，有些是比较积极，有些可能是比较消极，大概是这样。好，请郭哥这期审谈一下，你们平时所接触的华人大都是什么背景？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看法又是如何？和中国境内的民众有什么不同呢？对，我在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稍微补充一下，华人事务设立时间是2008年，那其实跟着华人的交流早在90年代开始，当初在外交部，当初主要由现任台湾代表达瓦在负责，所以08年之后呢，开始在驻外单位里面设立华人事务负责人。那针对您第二个主题呢，通常我们在跟华人那个交流的时候呢，凡是华人的，对西藏问题有兴趣的，或者对西藏问题不了解的，我们都有接触。那其中包括那个华人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留学生、年轻一代，这都是我们交流的对象。那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强调达赖喇嘛对于中藏问题的看法。那尤其是藏人行政中央既定的政策、中间道路的基本内涵，我们主要针对这些对象呢做一些解释，这是我们那个华人事务的主要目标之一。然后呢，请达珍女士介绍一下，你们平时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向你们所在地的华人朋友介绍西藏问题呢？是否会举办一些特殊的活动呢？像你前面，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强调一下你前面提到的关于藏汉之间互动，比如说设立华人联络官呀这一方面。那基本上，中国目前的西藏政策呢，就是以消灭西藏的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为主。那我们回顾以前就是70年代流亡社区开始同中共接触，也就是促成流亡藏人的代表团返回西藏探亲呀等等。那么89年6·4事件以后呢，海外的华人开始同藏人展开接触，然后就是2008年西藏事件之后呢，尊者的教导下，那世界各地呢陆续的成立了藏汉友好协会等等。那藏汉接触呢，从最初的同名誉人士，慢慢的扩展到了现在的学者、学生、作家等各行各业的华人。那当然，藏汉民众间进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那陆续的让华人们了解西藏境内的和流亡社区的状况，从而寻求他们的支持。那我们回顾过去呢，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来，不光是海外的华人，那不少境内的华人民众也对西藏问题有了了解、关注和同情藏人的处境。那像我们驻澳洲代表处呢，就是每年会在澳洲和纽西兰不同的城市，通过当地成立的藏汉友好协会，同当地的藏人邀请当地的各界华人举行一些西藏文化交流会。那在交流会上呢，促进藏汉之间民众呢相互面对面的进行沟通、进行交流、进行介绍，促使更多的华人朋友了解西藏的真相，了解中间道路，了解藏人在追求什么。那么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洛桑尼玛先生，你呢？我是主要通过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平常就是进行交流的时候，给人一种就是说呢，表面上的一种状况，就是政治问题，就是说呢一种很敏感的问题，政治问题是一个。但是呢，我跟这些，比如像中国留学生呀，或者是这种持不同政见的这个中国华人，各行各业的这些华人交流的时候，本着一个就是非常坦诚的这种态度，因此呢，通过很坦诚的这种态度进行接触的时候，我们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最朴实的这种交流，以这种朴实的交流方式进行交流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西藏处于一种什么样一种状况，西藏的困境是什么，我们的苦难是什么，让他们了解。他们作为人，我想从等同人的角度，肯定会理解我们的这种感触。通过这种交流，让他们在这种真心实意的角度与我们交朋友。这是我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这4位代表，经常切磋的一种就是交流方式。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堂而皇之的一种就是政治的一种就是说表面上的一种交流。我们用我们藏族人最
擅长的，或者我们藏族人的优点，也就是说的这个优点，引以为自豪的这个优点，就是什么？很朴实，就是说很朴实、坦诚，以慈悲的这种角度跟他们接触。所以到现在为止，这种接触，我觉得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个就是说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引以为自豪的，让我们能觉得已经得到了这种成果的这个最重要的这种支持的这个就是说呢力量，是来自于尊者达赖喇嘛的这种精神和这个佛教的慈悲宽容的精神。因此呢，我们现在觉得这个工作有为了藏汉两族未来的这种前途和前景，我们觉得应该继续的把它很踏实的做下去。这是我们4个人最重要的一种愿望，也是我们平常对这个主题进行交流的一个，就是说呢最切入的一个就是核心的这个目标。这是我的想法。那么平时接触那些了解西藏问题、同情藏人的华人朋友，跟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向那些被中共宣传所误导的华人介绍西藏真相，两者之间，您认为哪个比较重要呢？其实我觉得两个都重要，因为两个都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一些对西藏问题比较了解的了，那么你可以更进一步的告诉他很多西藏问题的一些真相，包括这些真相包括很多，包括他们对西藏文化的认知，包括他们对西藏历史的认知，包括他们对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他们的立场，以及藏人寻求什么等等。那么你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些以后，反而他们跟那些华人联系，他们更容易解决，而且更主要的是，就像您刚刚谈到的，有些比如说他受到中国政府的宣传，或者说他们的信息来源的单一，他们只听到中国政府的一个信息、一个声音，所以他们已经形成一种成见的这些人，他们跟华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们更容易接受这些华人传递给他们的信息。而当我们藏人刚开始跟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他们其实抱着一种不说敌对，最少是抵触的这样一种心态，在跟你讨论问题。但是如果您跟一个比较能够接受西藏问题，或者是对西藏有不是很抵触的人，你跟他接触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然后呢，当他接受或者了解到西藏，然后他再去影响另外的人的时候，其实更有效、更重要。所以说，其实不存在哪个重要或者哪个不重要，因为两个同等重要。其实我觉得，你跟比较了解西藏人的接触的目的是让他去影响更多不了解西藏问题的那些人，通过那些人不了解西藏人变成了解西藏，然后再由他去影响，就是一波推一波，然后用几何性的方式，希望能够。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10多亿的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所以更多的我们还是需要通过那些华人的朋友，特别是那些了解西藏的问题，他们对真相、对道德的力量、对正义感，以及这些有兴趣或者对这些有正义感这些人了，因为他们的一些努力，其实我们的声音才会可以成倍的这样的向外扩散，让更多的人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同等重要。对，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我很同意刚刚3位的那个看法。那我在北美5年多的经验来看，目前我们比较加强的是对年轻一代的交流。因为为什么要加强年轻一代的交流呢？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未来的中国是属于年轻一代，所以现在那个70年代、80年代、70年代的那些人已经到了一定程度的年龄，所以现在以北美来讲，在那个每年都在不断的扩增中国留学生的人数，所以年轻一代今后他们在北美读书之后，有的人做一些研究工作，那有的人在读书之后呢，返回自己的家园，回到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认为，以北美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我们主要加强的部分是在年轻的部分，因为这一方面呢，年轻人了解西藏问题，现在以人数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呢，以我们代表处来讲，放在主要的一个焦点。谢谢。我想在这边补充一点的就是，
像刚才他们2位嘉宾谈到的一样，就是在澳洲呢，我们每年都会遇到一些从中国大陆来探亲呀，或者从移民到澳洲的那些华人。那跟他们接触时候，有些汉人就跟我说过，他们说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听到政府的宣传，就是比如说像尊者达赖喇嘛，那他们脑中呢想象的是一个很凶狠的坏人的形象。但是到了国外，比如在澳洲，他们有机会见到达赖喇嘛与华人的见面会呀，那个时候就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当他们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是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慈爱，那他们就知道，在中国境内政府的那些宣传都是值得去分析。比如说，还有一些人就是说，他们头脑中的西藏完全是官方的，根本就不知道西藏的真相，那么也没有怀疑过，甚至他们说从来没有怀疑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们来到海外以后，才了解到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从西藏的历史、现实，中国政府都制造了很多的谎言。那么，所以呢，我们促进在海外跟海外的华人朋友的互动沟通，像刚才2位嘉宾之前谈到、3位提到的一样，让更多的华人去了解真相，然后让他们去明白是非是非常重要的。从2002年开始到2008年，藏中双方进行过8次公开的会谈，还有1次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非正式会谈，前后呢共9次，但都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藏中会谈是失败的。对此呢，我想请问罗桑尼玛先生，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谈判呢？我认为这不能就是说呢，现在就盖棺定论说是个失败的就是说呢结果，因为谈判经过了很漫长的历程，经过很漫长的历程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就是说呢发展，是这个中国国内的汉人了解，尤其是从2008年开始就了解了西藏问题的真相，有许多人开始了解这种真相。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向他们去介绍、提供这个方面的这种信息。他们有些是通过自己去，就是说了解。2008年以前，我想很多人肯定对西藏问题不是很了解，尤其是中国的大陆的这些华人。那么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虽然就是说呢一直保持这种强硬的态度，但是呢，在强硬的态度上，他又不敢就是说呢绝对强硬，所以说呢，他还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呢，如果中国共产党要本着对这个国家负责，如果只是为了他的党派利益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前途是很渺茫的。如果是为了他的这个国家和民族利益，那么他们我想不可能就是忽视谈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呢，我觉得重启谈判是有可能的。我们是表着一颗就是真诚的心，是为了真正的解决汉藏之间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在现在，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我们这一方是拿着一颗火热的心，尤其是尊者达赖喇嘛现在还在我们这个人世间，所以说呢，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我想中共这一方面，他们应该谨慎地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你谈到我们当然习惯说，过去进行了满场的和谈，然后和谈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成果。那么当然，人们说实质成果指的是这个西藏问题解决，然后我们回去，西藏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等等。那如果说这个的话，确实是没有。但是在其他方面，其实谈判并不是没有任何成果，而且谈判也在进行，未来还会进行。因为谈判从一开始我们都知道，接触的时候，中国政府甚至不承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可以代表西藏民族，他只说谈境外藏人的问题。而且中国政府一直到后面，周卫全他也在宣称是这个。当然这只是对外的宣称，但是从一开始我们是谁，我们之间怎么定位，然后有没有问题的存在，这个问题存在有多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所有这些都要经过不断的谈，谈判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以谈。那么这些问题我们怎么解决？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最后的我们怎么解决的这样一个关头。当然，人们一般习惯的，比如说，你吃饭，吃3个馒头，你会把吃饱的饭的功劳归功于最后一个馒头，忽略前面2个馒头。但是你要吃饱饭，必须要吃3个馒头一样。其实我们已经吃了2个馒头，就是最后一个。那么未来会不会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些当然我们有待观察。但是从根本的角度来讲，就像尊者达赖喇嘛所一再强调的一样，中国政府或者是西藏民族或者任何的势力，在西藏问题解决上面，通过中间道路解决问题，这是双方互赢，对双方都有利的最好的，或者说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否则，双方之间其实比拼的是谁输的更惨。我死5个人，你死6个人，我赢了，好像就是输的谁惨，你比我惨，就好像只能这样。而达赖喇嘛这个是双赢，你也得到利益，我也得到利益，而且是互相尊重共处。所以说，第一，就像我刚刚谈到的，我们双方之间的谈判，双方之间对彼此的立场、对彼此的认知，以及彼此的定位，以及特别是西藏代表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书，有些译成备忘录，就是意见书。意见书的成交，以及中国政府对此提出的一些批评，西藏谈判代表再次的提出的一些新的解释和阐述，这些方面、这些内容，任何人看了，他都不能说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内容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以说，现在问题仅仅就变成是以前。如果说你是不是西藏代表，或者是谁代表西藏民族啊，类似这些很多问题，现在的问题仅仅是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兑现它以宪法的高度所承诺的民主平等和民主区域自治，以及怎么样对待西藏民族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是面临的是最后一个馒头，而以前你可以说最后馒头没有吃以前，你不会有吃饱的感觉，但是以前已经吃了2个馒头，这是我的想法。那么空格这些先生，您对此又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您刚刚那个问题呢，很多华人，尤其是在那个整个流亡藏人社会里面，年轻人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是实际在这个政策领域参与的，或者属于是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务员，所以我并不认为政策本身是失败的。因为这个政策呢，刚刚达瓦先生讲的，因为这个政策有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所谓的实质性的结果，就是西藏问题有没有最终获得解决？这个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如果政策失败的话，任何一个组织或者任何一个政府不会把这个政策呢会连续性，所以那个新的司政上任之后也延续了这个政策，因为在这几次的那个特别大会。还有在那个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的议会里面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来讲，最容易获得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就是中间道路政策。所以这个政策连续性表示这个政策呢本身没有失败，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取得了2个重大的成果。第一个是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对于包括美国政府或者欧洲议会，对于这个政策呢，觉得非常合理，给予很大的支持。尤其更重要的一点是，包括在大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及汉人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多的，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比以往过去几年来讲，越来越多的汉人知识分子对这个中间道路呢给予高度的支持。有些人内心支持，但是他由于那个限于目前的政治现况，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但是有些人甚至站出来对于公开场合表达，所以取得了汉人社会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是取得的一个成果。那么空格真心先生，您认为以目前的局势来看，重启藏中和谈的最大的障碍又是什么呢？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我回顾刚刚的那个，把它连贯起来。我们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那没有取得实质性的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中国政府就是愿不愿意面对西藏的现实，而且另外一个是他必须要承认在西藏存在问题。他现在认为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个人问题，所以我们的代表也跟那个在北京跟中央政府的那个代表接触的时候谈到了，因为历次的
接触上藏过程当中没有提过一句关于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所以西藏问题是600万藏族人民的问题。只要中国政府做到2件事，必须要面对西藏的现况，必须要承认西藏存在问题的话，因为中间道路不仅仅是为了藏人的利益，两个汉藏互利的一个双赢。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稍微反思一下目前的西藏政策的话呢，我相信那个障碍会消除。那我想在这里稍微强调一下，因为刚才贡嘎扎西提到了中间道路的那个立场，那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目前在华人社会中呢，有一部分华人呢，他们认为藏人行政中央方面就是我们藏人方面提出的中间道路，就是为了藏中和谈的成功与否，他们认为，也有部分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大多数民众，他们都认为中间道路呢就是谋求中国1/4的土地，比如说他们提出什么大西藏的，还有一部分认为呢，就是中间道路呢就是图谋在把西藏的汉人赶出西藏等等。但事实上呢，通过我们不断的跟华人朋友接触，通过就是一些会议呀，就是书籍呀、CD 呀这些各方面的跟他们的介绍呀，目前呢，就像刚刚贡嘎先生提到的，大多数的华人朋友通过他们了解真相、了解中间道路以后，他们都支持那个中间道路占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为藏汉双方都有利的长远的福祉的利益。龚国珍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在中共的独裁体制下，中国境内的民众对藏人的关注，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现在所以这个是我相信达赖喇嘛尊者一再强调2件事。第一个是与华人的对话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政府与政府。所以自从2008年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政府把整个藏民族的那种奋斗的目标，他把解释为那个就是把那个挑起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现在13亿中国人民在大陆境内的老百姓对于西藏问题的了解非常的薄弱，因为整个的那个大陆地区的媒体呢都有政府在控制。所以藏人行政中央为什么把跟华人交流的那个定为一个既定的政策，主要原因在这个地方。那我相信在今后的将来，由于在大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陆境内的知识分子方面，越来越多的那个中国知识分子关注西藏的时候呢，关注西藏，再加上在自由世界里面的那些专家学者，对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的那些学者呢，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呢，这些可以促进在大陆境内老百姓对于西藏问题的了解。那么请问达尊女士，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有很多要说的，就是想补充的那个概括一下。就像刚才各位提到的，由于中共境内上媒体渠道各方面不断的压缩呀，大陆境内的很多民众都无法得到外面的正确的讯息啊这些。那在这个方面呢，但是不过现代网络呀、现代科技设备都不断的发达，那么大陆很多民众通过翻墙、通过那些媒体可以看到外面很多真实的讯息。所以我相信在不断的将来呢，中国民众当他们真正的拥有得到正确的讯息的时候，他们是一定会明辨是非，来支持、同情和关注藏人的。最后还想问的就是，同情藏人处境的华人中，在对西藏抗争应该采取独立或中间路线方面的不同立场，是否会给华人联络官的工作增加困难呢？请达沃次仁先生谈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仅仅是我们阐述立场的问题。因为在台湾，比如说，就像我谈到，他有汉藏协会，他是支持中间道路，他认为汉藏民族应该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方式去解决。那么还有吐蕃之友会，那么他们是支持台湾独立和西藏独立，而且是很强烈的这样，甚至有时候会把2个连结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个是学生支持学生组织支持西藏的学生组织，那么他们的立场也是独立，但是他们是比较温和，他们觉得你西藏人选择什么那是自己的西藏人自己的选择，不管你西藏人选择什么，我是支持和同情西藏的，所以我都会对你支持。如果你问我是指什么立场，我是独立，但是
你们西藏人选择，我不会把我的立场强加到西藏人头上，我支持你的立场，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在不管你就是当然有一个问题是，有些人他都会对达赖喇嘛尊者或者是对藏人行政中央无端地提出一些很多的指责，那其实很滑稽的，就是说，不管你中间道路也好，或者是独立也好，中国政府都一概都不承认。所有面对的是中国政府，但是很多时候，当他们向藏人行政中央或者说尊者提出指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或者问题。那当然，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做出一些解释、澄清或者说明。但是一般来说，殉地登山，各自努力。从藏人行政中央或者说藏人团体以及那些来说，他们都是按照中间道路。那么很多活动我们也会一起参加。那么一起参加的时候，也是西藏问题各自表述。我们提出我们的中间道路，那有些他们也提出他们的独立的这样一个立场。但不管你提出什么立场，前提是我们不要互相攻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其实不是没有我们攻击独立这个问题，主要是他们一些不是他们了，就是一些支持独立的，或者说他认为他是在宣传独立理念的人。当他们宣传的自己的理念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方式不是去展示自己的理念的合理性，展示自己理念的逻辑，或者是自己理念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正义性来赢得人们的支持，而是以攻击、指责尊者或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或西藏藏人行政中央，以这样的方式去赢得别人的媒体的镜头，以及谋取媒体的版面，用这样的方式去推展自己的方式，这个我认为对西藏不会有什么，没有任何好处，它只会伤害西藏的事业。那么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他们是在追求西藏独立，但是他们在兢兢业业地追求自己的理念，对这个我们表示敬佩。那么罗桑尼玛先生，可否谈下您的观点呢？我想概括的说一下，就是说，华人当中有不同的政见者，这是他们的事情，就是说有不同的观点，这个只能尊重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得面对一个共同的西藏问题，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出来的。而共同的西藏问题，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一方就是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中间道路已经顾及到了汉人所关注西藏问题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这一方就是要做到周全和细致的向他们介绍这个政策中间道路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政见，我们要周全细致，所以说这工作难度就稍微要大一些。我们这一方面就是所谓的困难这一方面稍微让我们有些就是劳累吧，这一方面。最后呢，请4位嘉宾大概的总结一下，驻外办处设立华人联络官这一职务，至今所取得成果有哪些，以及在未来有什么新的计划来进一步向华人朋友介绍西藏问题呢？首先请龚高哲先生来介绍一下。我们认为这一次我们特别来达尔萨拉，也就是离不开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说我们4个人了不起，因为这几年来在工作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那个成果呢，并不是我们4个人所努力的结果，因为整个藏人行政中央的支持跟既定政策，尤其是尊者达赖喇嘛一再的那些教导跟指导之下取得了成果。但是成果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方面要加强的，尤其是现在那个网际网络的时代，我们如何要透过网际网络，如何透过现有的那些华人的关系扩展这些关系，加强我们今后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因为我们整个的政策取得了大部分华人的支持，所以这个政策之下，跟那个外交部还有整个藏人行政中央的那个指导下，如果我们像目前的工作方式一样继续努力的话呢，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个信息它怎么隐瞒也瞒不住，信息的发达，网际网络的发达，对于我们的工作，我相信
今后的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果。那么达正女士，您的观点又是如何的呢？那我呢这方面也没有很多要强调的，因为我想说的基本上龚格扎西已经说出来了，我就4个字：要继续努力。罗森尼莫先生，您呢？在概括的说，就是我一直在概括，所以说再概括的说，我们藏人行政中央通过这个汉藏之间的交流，我觉得现在也就是说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是说呢，汉藏民间交流的一个开端，正在走向一个就是正轨的一个开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觉得。达奥次仁先生，这个事情你最关键的是中间道路。当你把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介绍给华人的时候，我发现你可以跟华人沟通很多，可以赢得他们的倾听，倾听以后呢，也会引起的他们的赞同。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说是，只要你用中间道路去跟华人沟通，他们都能够很容易能够接受。但是当然你也可以用独立或者其他的理念，但是从我过去我大概是从1995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正好我后来和他们接触，之前负责华人的事务。那我在这样的一个经验里面，我发现一个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你用什么样的理念去说服他人？当你用中间道路去说服他人，我发现会影响更多人，会赢得更多人赞同。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当我们把中间道路推展给华人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很多地方都是真的是出乎意料地赢得华人的支持或华人的认同。在这方面，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更增强我们对中间道路的信心。当然，华人是一个13亿人口的一个庞大的人群，我们做的很有限，但是我想，只要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我们真的不停地往前努力，直到有一天，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双方都能够达成一个双赢互利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是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核心，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其实也是西藏民族获取自由的唯一的一个途径，这是我们的认知。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思任，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这是 Delay。